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8月29公司第几台 AM 新闻，我是楚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蔡政府允准美国牛肉甲猪肉进口引起议论，但台中市宣布未来肉路只要验到食肉精，就会处罚。时代力量补选出来15名决策委员，伫今仔日开议推选政府秘书长高玉婷担任党主席。美国 Marvel 超级英雄电影《Black Panther》欧巴的男主角 Boseman 因为癌症病逝，食到43岁。总统蔡英文开放进口美国猪肉，放任美国牛肉进口的制限，未少饲猪的农民烦恼，进口的肉路变俗价，会冲击本土的猪肉市场。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强调，政府会成立产业基金，列200亿来保护饲猪的业者，嘛会带动产业的发展。美猪美牛进口问题争议多年，总统蔡英文宣布订定进口猪肉、产肉种安全用稳定上限，放宽美牛进口限制，引起正反两边讨论声音。真侪猪农烦恼美猪有价销优势，冲击猪肉市场。对此，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预告，甲屏东县饲猪协会理事长对谈，展现挺猪农的决心，表示政府成立100亿产业基金，保护饲猪户，也要带动产业发展。不管是包装食品、甚至伫任何的餐厅、自助餐，包括便当业，甚至包子店，任何用到猪肉的，全部拢爱强制标示。农委会嘛有一道该完善的规划，要来帮助农民跨过这个难关，脱胎换骨。放任美猪进口政策，陈吉仲讲，对猪农是危机也是转机。另外，卫福部长陈时中出席熟食活动表示，美猪的在地食品要做出相关示范标示。另外，外界认为，食含有产肉精的美猪有缘有食安风险，陈时中做出澄清。以风险来看，在实际上是没有风险的，是不是带头来使用？好，那我们当然觉得这没有问题，我们愿意以身作则。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去花莲拜访饲猪业者，也有饲猪业者当场不满，美猪含有莱克多巴胺是合法，在地使用却无合法，这个是上中标准。100亿的那个基金要进来协助我们，这个用得完呢？这进来搞不好1、2年就用完了，后续呢？后续整个产业就丢给他灭亡吗？江启臣批评，民进党过去画出产肉精爱零检出，即马却推翻讲法。蔡总统用修改行政命令方式直接公布，林反映可能无机会进行审查。甲过去 ECFA 法互无签订时态度真无共，所以要求总统甲林反映进行国情报告，听外界建议。记者综合报道。蔡政府宣布放任美国牛肉甲猪肉进口的政策，毋但饲猪业者烦恼会冲击市场，影响生活，也有民众烦恼含食肉精的肉品食落腹会影响咱人的健康。那都有袂少地方首长为着稳定民心，表达见解。台中市更加宣布，未来肉路只要验到食肉精，就会依自治条例来处罚。台湾宣布开放美国猪肉进口，除了互饲猪的人烦恼冲击猪价，影响生活，学者甲民众也烦恼美国猪肉是安问题。真侪地方首长离教拢对开放美国猪肉表示态度，亲像台南、高雄甲屏东这县市就宣布，好好营养午餐一律拢使用国产的猪肉。我们高雄市也会来做这个强制的一个规定，要求我们在学校的营养午餐的这个部分必须采用国产猪，用奖励的这个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团膳能够有尽量的采用我们的国产猪。国民党执政官只是对美国猪肉、美国牛肉进口表达反对。国民党中央更加经由地方党部甲议会来沟通，即要开放美国猪肉、美国牛肉进口，会以地方包围中央，要替民众健康来控管。亲像台中市就直接表示，即要验出产肉精，就用自治条例开发。当然，自治条例有很明确的写说，我们的猪肉是零检出，检出来的这个药物的数字，如果超过中央所定的标准的话，是6万到2亿的罚则。是，但是如果说是低于中央定的标准，但是还是有验出来的话，是3万到10万。相反是国民党执政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态度小可保留，不过也向蔡英文政府话话应该爱听一下民意。100亿的产业基金到底怎么样分配？怎么样带动永续产业？这些配套措施都要让这些产业能够非常的清楚。
美国猪肉进口议题继续发酵，无论是毋是暂时开放，各县市首长拢有一个同款的立场，就是爱尽力为民众食品安全来控管，同时也全力支持饲猪的人甲国产猪肉。记者自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咱台湾今仔日增加一宗病例患者按菲律宾回国，伫8月日期入境，今仔日确定治病。也 check 航班团一行90人将伫明仔载入境咱台湾。指挥中心强调，航班团出入的路线才会分开，行带范围会过消毒3摆，佮会派医生去到参访的地点掌握状况，防疫绝对袂有破拍。国内再次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确诊，指挥中心临时召开记者会，公布上新疫情。一名40多岁本国籍的男性，伫2月前往菲律宾工作，8月20出现脑后痛症状，不过无伫当地就医。但27登来台湾入境，完成采检了后，前往检疫所隔离，并且伫日确诊。他在同班机的接触者有16位，他在飞机的时候，除了喝水之外，那都全程戴口罩啊，所以我们匡列其中11位啊，他是属于前后2排的一个乘客，那这个都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那另外5人是机组员，我们列为这个自主健康管理。另外，为台湾出境伫境外确诊的个案到目前为止，也有前往马来西亚、寮国、中国上海、加菲律宾等5个个案无结案。不过，伫台湾接触者的检验都是阴性，排除感染的可能性。不过，也是要等疫调完，经过专家评估，才会宣布敢是结案。除了这之外，捷克访问团即将要伫30来台，成员大概90人，被如何防疫也真受到考验。上机之前，他会先有一个3天内的阴性的检验报告。住进到饭店之后，那饭店这边会专门帮他有一个空间，那他们也会找医院的医师来帮他们采检。9月1号的时候，同样还会再采检一次。如果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点，我们都会甚至会有防疫师到现场，那就是注意一些注意有没有什么问题发生。除了采检3摆的团进团出、专属电梯甲便所的措施之外，重要参访点也将配置防疫医师检视现场，监视符合防疫要求，确保防疫安全，会当做到无漏沟。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9号风台美萨现时伫台湾东南方的海面向北刷震动。中央气象局表示，风台美萨近日阴暗就会成做中度的风台。按算后礼拜一上外近台湾，也因为受外围环流的影响，后礼拜一甲拜日北部地区会落大水雨，咱观众朋友就要注意。拜六的台北市天气真好，适合出去行行。不过今年第9号轻度风台美莎。当地台湾东南方海面向北慢慢移动，气象局指出，美莎风台豆豆增强，上近29暗有机会增强为中度风台。预估32日后礼拜一开学日上接近台湾。预计它的强度增强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预计到的今天的晚上或是到明天的清晨，它就有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而到了明天，台风整个路径会慢慢的北上，而到了礼拜1、礼拜2这2天。台风会来到琉球群岛的海面，目前还是预估在礼拜1的下半天到礼拜2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气象预报员表示，位于美莎风台的路线判定，因为伫海面上停留时间长，加环境有利，美莎风台的强度发展条件有机会发展成为今年第1个强度风台，接近台湾外海，也毋过推估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的机会无悬。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后礼拜1日，台湾北部甲东北部会明显落雨。发展成为强台的几率是有的所以由于它发展的比较强，它暴风半径也稍微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它对我们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它对琉球、那霸还有之后它可能会往韩国、日本附近去所以对日本、韩国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冲击跟影响。气象专家提醒，美莎风台的暴风半径大，台湾北部甲东北部海域可能出现长影，专家爱特别注意，也爱尽量避免到海边活动，也爱继续注意美莎风台未来的路线变化，唔通因为直接向台湾的机会势就疏忽啦。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咱台湾开放进口美国的牛肉甲猪肉这站美国济政治要人表示肯定，表明这是两国加强经济合作、甲贸易谈判关系的第一步。另外，有学者分析，台湾选伫7个时阵放任进口美国的肉肉，可能是为着稳定美国总统 Trump 伫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遐个州的选情。
台湾放宽美国猪肉、美国牛肉进口，美国政要拢正面肯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伫推特讲，美方欢迎蔡总统放宽美国猪肉、美国牛肉进口限制，也俄罗斯总统领导力。副总统潘斯讲，这为进一步经济合作、加强贸易伙伴关系拍开大门。商务部长罗斯也讲，台湾移除贸易障碍，为双边关系带来更加多机会。外交部是讲，到即阵已经得到美国国会议员、和商界等74位人士表达肯定甲支持。现在的这个步骤其实就是第一步，开启了这个机会之窗的第一步。那之后会怎么样？这个演变，我想台美双方会针对这个到时候的情况，再进一步的有设定更明确的一个目标跟时程。美国猪肉、美国牛肉问题解决，将有代表 BTA 甚至 FTA 初步解决。不过学者认为，美国也是爱看台湾放宽程度，才进行真正的经贸谈判。而台湾选伫这时阵宣布放宽进口，可能是对着总统川普伫所来大选中加中西部农业州控制条例有帮助。川普今天至少他可以去对这些产牛产猪甚至产玉米大豆的州，都可以跟他们说，我在为了你们的农民做了很多开放让台湾能够开放。我觉得这个对他选情当然是有一些帮助。台美近来关系紧密，外交部长吴钊燮伫北京在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访问，讲到中国军事威胁、台美军售、美中贸易关系甲开放进口美国猪肉、美国牛肉，伊强调台湾有决心捍卫家园。Taiwan is on the front line of the Chinese threat, and we are determined to defend ourselves. 吴钊燮表示，台湾成立 F-16 维修中心，唔但对着空中防卫有帮助，更加增加台美中间国防工业合作，深化台美经贸关系。伊也认为，最近美中贸易显然存在真侪争议，批评中国商业模式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无公平。台湾希望甲美国就贸易议题继续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智库伫昨发布一只拍算是美国的军舰伫8月27现身台湾东部的外海。美军这边虽然无加回应，不过伫港局点网络公开侪这篇任务的相片。有学者就分析，两大国伫外交、伫国际关系对峙，但双方也经过媒体拍心理的战争。台海美中军事竞争相关，中国智库2日主动公布，一只技术美国海军美利坚号2艘突击舰27出现台湾东部外海，也个互相卫星相片，引起关注。台海周边的海空域的这个状况，我们都有掌握。被点名的美利坚号无正式执行任务的美港地点，却伫同一天，伫面册发布几啊张的执勤相片。学者分析，中国不排除透过媒体对美国拍神秘战表示充分掌握美军动态，也毋过美国也是有准备，双方互相相答。面对美国可能对中国大陆在外交上、在国际关系上的步步进逼，其实中国大陆是有余裕，也有充足的实力跟他的一个决心去应付所有面对中国大陆的挑战。美军最近连续派遣军机军舰进入南海，引起强军不满，连日向南海发射导弹，被解图是宣示南海主权，威胁美国。美国指控中国破坏南海局势稳定。中国会场军演是例行安排，无针对任何国家甲南海争议无关。反过来批评美国伫南海玷污了是军事惹事，将对美国在台协会发布。咱国空军去美国接受训练，教授 F-16战机执行空中加油训练，中国有关声哨表达不满。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国最近一直有军事动作，也增加宣布北海甲黄海2月至9月初时执行军事任务，等于是为北方的北海、黄海往南，到东海、参南海4段海峡公布军演，相当罕见。学者分析，军演范围虽然较大，也不过大部分拢是年度演练项目，主要是释放政治信息。中国反制美军伫台海、南海启动同时，不满美台军事交流稳定，中国透过军事操演达成吓阻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国际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为身体状况无稳定，伫昨宣布请辞首相的职务。新首相正做日本政界甚至世界关心的重点，也自民党将伫9月初召开总务会议，参与重大事项，包括改选的市定，也有选举的方式。对2012年12月2摆执政，到即阵过了7年8个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日下晡证实，家己溃疡性大肠炎复发，为了避免耽误国政，以个人健康因素为理由辞去职务。様々な政策が実践途上にある中、
コロナ禍の中、職を辞することとなったことについて、国民の皆様に心より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ます。安倍逝世了后，上迎接班继任首相，正式关注焦点。自民党立被召开紧急会议，宣布9月7日会正式召开总务会议，决定未来的重大事情。党内主要分做2段意见，一派认为应该举行党员投票，另外一派是认为新任首相9月中就应该上任，应先起党员投票，直接召开2院议员总会，由国会议员甲多道府县推举的方式选出。時間が十分ゆとりがあれば、当然、党員投票ということは考え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が、そこに、至るかどうか、これから皆さんのご意見を聞いてですね、判断したいと思います。自民党各大派系已经有真侪动作，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已经表示有意参选，强调会继续努力承担。派系人马已经在立被暗时甲前干事长古贺成见面参详对策，前干事长石破茂接班呼声也真悬。伊在2年前的党魁选举得到超过4成党员支持，所以党员投票方式会对伊较有利。另外，前总务大臣野田圣子也表示有意参选。外相茂木敏充、前三区对策委员长夏川博文、甲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以及主导防疫的官方长官菅义伟，拢一定呼声。记者综合报道。美國 Marvel 超級英雄電影《Black Panther》歐巴男主角 Chadwick Boseman 因為癌症病逝，接到43歲。Boseman 才為種族議題發聲，為種族平權出力。那 Boseman 離開人生的舞台，儕因素唔甘，表示 Boseman 伊是真正的導師。漫威超級英雄电影《欧巴》男主角查维克·波斯曼离被传出，因为大肠癌在洛杉矶厝内底，伫个家后家厝内底人陪伴伊过身，享年43岁。消息传出了后，也未拢惊一个。波斯曼1977年伫南卡罗来纳州出世，2013年头一摆主演电影，对着扮演灵魂甲教父詹姆斯·布朗到欧北政界内底大法官。大部分演出拍破种族刻板印象的角色。2018年在欧巴电影内底演出希腊国家瓦干达的国王蒂查拉，了后就真出名，加最全球有名演员。波斯曼的家属在声明中表示，2016年伊被诊断出大肠癌第3期，近年来拢是哪拍電影、哪做手術甲化療，是一名真正的導師。The success of Black Panther it proves something that many of us already knew. Is that our films, are, that they're marketable, that they're digestible, that people want to see us on screen. Our stories are compelling around the world. 身为非洲的演员，波斯曼真注意种族边缘议题，也捌心肝为着抗议种族歧视，伫比赛进前演奏国歌时，敢若用一骹跪落，引发大家也对咧安尼做。前美式骹球四分卫凯普尼克。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ay that people can't, they can't display their version of patriotism, because all people are really saying is, all Kaepernick was ever saying was that America should live up to what its creed is. That's it. Until black men are not brutalized in the street and treated unfairly, I'm going to acknowledge that it's not doing that. 波斯曼最新消息解出来，各界爱豆消息不断。漫威影业伫推特写着：“阮的心拢碎去啊！你留下资产的永远留落。”离主办奥斯卡奖的美国影艺学院是讲，波斯曼的过身带来无多宝贵损失。另外，一位美国演艺界好朋友，甚至是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拜登甲贺锦丽，也拢伫社群平台表达哀悼。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决策委员补选的结果伫昨公布，补选出来15名决策委员伫今日顶埔召开第1摆决策会议，推选政府秘书长高佑廷担任党主席。20位补选出来15位决策委员，包括王婉玉、邱显智、高玉婷，还有林宇凯等人，做伙出席记者会。伫这进前，早起因伫第1届决策会议内底，互相推选出新任党主席，决定由高玉婷来接任。今天我身负1018张党员们的选票，被新任的决策委员推选为新任的党主席。这一任的决策委员
还有我这位党主席，我们都有严肃的认知，我们是因为党内风暴而被党员们选中，慎重的托付。所以这半年内的期限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们的任务非常的艰巨。因为前党主席陈英明涉嫌贪污案，请示退党，党内一连串风波煞无法度停。决策委员总是改选，补选得票上悬的立委王婉玉，早伫会议进前就发声明表态，无要参选党主席，互相推搡，甲党主席这个职务接落来高玉婷面对的头一个难题，会是党内路线的结合问题。我们会认为在整体时代力量共同改革，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共同要肩负的责任，这会是我们共同来努力的目标。伫刷来改革，敢会邀请前党主席黄国昌等人做伙来开会讨论。高玉婷无正面回应，伊更有强调要重新甲社会对时代力量的信任吹动来。嘛，因为这届是补选，决策委员佮有党主席高玉婷的任期会到明年的7月底。记者郭灿、王德新台北报道。台湾原住民计共成立组745个部落，政府为着要保护各部落的特殊的传统智慧创作，专工订定条例，传承文化，也确保原住民的智慧财产。不过，因为过去有的原住民被迫迁徙，致使政府认定为难，到今才发原住民74项专用权，这方面确实也过来拍拼。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一唱红起来阿美族啉酒欢乐歌，全球都伫台东县大马兰的阿美族部落，不过当时被侵权使用，要引起争议。即卖已经由大马兰各部落组成共同申请原住民传统智慧财产权。不过随着会晓唱这种福音唱法的族人渐渐老去，需要被传承甲正确使用。离个大马兰部落，伊得到团体权的啉酒欢乐歌甲少年报信歌签下会专属授权后，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使用作为文化传承，并且宣传阿美族传统文化。要取得你们的同意，才可以唱，才可以表演。所以，我们是起一个头。私人机构啊，他也在用，因为有了这个条例的保护以后，也陆陆续续的来跟我们取得同意权。这是全国第4个将原住民团体权授权予原民文化中心使用的部落，不过全国有745个部落，才核发74项原民传统智慧创作权利，是因为过去原住民被迫迁徙，有的部落失散，也是南做伙，造成认定上困难。那个范围到底是涉及一个部落，还是一个族群，或者是甚至更大的这个范围？对，所以凝聚共识的过程是最困难的。原民会表示，各部落的传统智慧创作权，即卖已经渐渐建立认定甲审查的模式。未来会有更加侪部落的传统智慧创作受到保护，也呼吁社会各界爱尊重所有原住民部落的传统智慧，唔通侵犯。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有一个爸爸带囡仔去高雄基顶的海岸耍水，囡仔煞沉落去海里，爸爸赶紧落水救人，就买囡仔互海涌冲起来海保，爸爸煞失踪，无看到人。救援人员动员搜救，不过伫今仔日透早找到这名爸爸的时，人已经不幸。你看这涌讲安尼来，遐涌讲安尼去。救援人员不断讨论失踪者可能会流去倒位，因为找规下晡找到天色拢乌啊，阁找无着人。高雄的基顶海岸28号下晡发生渡水的意外，一位爸爸带2个后生去耍水，现场的民众表示有看到爸爸甲其中一个囡仔落水，无过偌久人就沉落去啊。最后，但有看到囡仔互硬冲倒来，爸爸煞失踪去。右前方的坝上港是他昨天的失踪处，然后今天早上发现的时候是在这一块防波堤内堤里面这边的大约中间偏左下角一点点那边发现的。海巡署甲消防局等救援单位28号下晡接到通报了，就开始找人。家属嘛真着急伫岸边等待消息，但不幸的是，这位爸爸伫29号一透早互找到的时阵已经淹死啊。就讲元宵就特别开课啊，讲啊豆带囡仔出来行行咧，啊，较会无影响，较会来出这个代志啊，啊嘛真危险啦。本来欢欢喜喜趁暑假最后几天带囡仔出来耍，煞发生不幸。海巡署嘛提醒民众，基顶沿海有真侪暗楼，除了海水浴场的范围，其他所在拢袂使游泳。民众来到这千万唔通落水，以免发生意外。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明仔载天气报。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
中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这边上加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听讲庙会咧新小姐拢真水，我应该嘛是有够格啦。不过要去做礼生，就要先认捌才会点头，才会用的。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点头。点头，汉字写作点头，罗马字写作多音丁，可熬头。丁第7条，头第5条。点头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俗，在庙会神明出巡的时，拢会看到因伫街路顶行耍在表演。较接看到的点头有车鼓阵、牛犁仔阵、百家将等等。点头出来时，热热滚滚，锣鼓声响连天，内底百管音乐，会使讲是台湾庙会点头袂使无的。点头会遐热热，是因为有的点头毋但唱歌，搁兼跳舞，像车鼓阵有后场来伴奏，迄对白甲剧情拢真笑开，互人感觉真亲切。还佫有用武术、特技来表演的舞阵，像宋江阵、大桥阵。宋江阵听讲是较早为着保护家己的砖头发展出来的阵头。俗语讲：食肉食三层，看戏看内涵。因为内行的拢知影，三层是上赞的肉，内涵是上好看的戏。台湾车鼓大师吴天罗捌甲车鼓调填词，正做真有名的歌。放盘洗，咱来去放盘洗身躯，来去日轻啊放盘路，放盘洗身躯，洗洗较功夫。嘛有一句粤客仔话讲，台南迎妈祖，无奇不有。因为古早台南府城咧迎妈祖，参加的阵头真多，大家拢举家己的旗仔，啥物款的旗仔拢总有。毋则讲无奇不有，旗仔的旗甲奇怪的奇共音，才会讲无奇不有。溜、阵头、车鼓阵、宋江阵、大桥阵、北管，食肉食三层，看戏看烂坛，台南迎妈祖，无奇不有。逐摆出阵头来看热热的人是定定。今仔日咧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我要赶紧去看阵头表演啦，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2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